呢個秋葵煎蛋餅竟然有蠔餅味啊！啲秋葵上面會有啲好吉手嘅毛毛嘅，可以加啲鹽落去捽一捽佢，跟住再過一過水，就會見到好多污糟嘢飄出嚟噶啦。切咗個頭之後，將佢哋切薄片，然後切啲蔥花，將兩樣嘢倒埋一齊，跟住落啲鹽昆布。如果仲未買到就可以淨係加啲鹽。一開始可以落咗2隻蛋先，如果發現唔係好夠呢，先再加多隻落去。差啲唔記得落糖啊！攪勻晒啲糖之後，就可以落埋啲生粉水入去，令到個蛋餅煎出嚟可以實淨啲，唔會腍白白一撇嘢咁樣。啲油熱咗之後，就可以倒啲蛋入去啦。咁呢個時候就要快手少少，等啲蛋呢未成型嘅時候，將啲搭起咗嘅秋葵呢熬翻平佢。keep 住中細火慢慢煎，中途可以偷睇下佢個底變咗色未啦。最近練習緊拋鑊啊，俾你哋睇下呢啲失敗嘅畫面。我之前係嗰啲只要其中一個 shot 咧失敗咗咧，我就會成條片唔要或者要重新再拍過嗰啲人。後尾我老公同我講：你又唔係專業廚師，煮嘢食係你興趣嚟㗎嘛，咁你學習嘅過程入邊一定會有失敗嘅時候㗎。跟住我停止咗內耗之後，就發現係喎，其實俾大家見證住我嘅進步都幾好啊！希望你哋試完呢個之後會對秋葵改觀啦。拜拜。